slow train 呢？slow train。Garden of Bird， 鸟的花园。用客家话就是吊儿改发簪。邱妈妈，你看秋群，看她的蓝白拖。荷兰白拖嘛。Our band name is Zixuan and Slow Train. How to say cheers in Dutch? They say Prost. Prost, right? Prost. Prost in Hakam is Zaute. Zaute. I hope everyone who can Zaute. 我看你的面，有淡薄暗早，话拢讲袂清楚，讲要唱啥小叮当的歌，可能是真久无笑心一个海洋同款的心内话，找无人讲话，上好面对面干杯好兄弟，我啥物拢予你。 走，背儿拄本爱是体。兄弟啊，这久无笑啊，永安一顿，拢总算我的，人顺的会使，要头嘛会使，只要你开嘴，咱就做伙啉甲透早。 可能是真久无笑心一个海洋同款的心内话，找无人讲话，上好面对面干杯嘛一个，我啥物拢予你。你们会了吗 ？Alright, are you okay? If we sing Zaute together, everyone okay? Follow me, okay? Ready? 1, 2, 3, 4. 走踢背啊，行起来，就让朋友又无留踪地。走踢，无见代无打对，一拄赶走，背啊拄本爱是体。Everyone, Prost! 又无留踪地，走踢，无见来无打对，一拄赶走，背儿拄是地。走踢，背儿行起来，干杯，抢落莫讲话。走踢，无见来无打对，一拄赶走，背儿拄本爱是地。 Dank照片。It's really good in Akka. 以前我们常开玩笑说啊，为什么出国巡回这么重要？因为它就很像我们在打那个《三国志》，有没有？很像征服一个城堡、一个山头以后，就升起一支旗，我征服过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之前去过京都，蓝山小火车，去过大阪，去过奈良，我们就在每一个城市升起一支我们自己乐团的旗帜，就很像玩那《三国志》这样。
Hello everyone, we are Zixuan and Slow Chen, Coach Ken Do, San Hen Kai. We come from Taiwan. 之前在日本巡回的时候，记得就是在大阪的那一场表演。那一场的表演，同时还有一个日本的团体，然后叫 Stage。他那个时候是跟我说，他很喜欢台湾啊，怎样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以为是在客套，因为后来就是遇到疫情嘛，然后回来台湾之后，大家都不能出国表演什么的，然后他就会有事没事会跑来回我 IG， 然后就是我发一些什么台湾的美食的限动的时候，他都会跑过来说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好想来台湾什么的。然后我才知道他是真的蛮喜欢台湾的。我是觉得借由这些巡回，然后去认识世界各地的一些玩音乐的人，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交流机会啊。有一次是去宫崎吧，我们跟当地有一间酒吧，然后他们有一个爵士爱好会，那可能就是大家拿了乐器，可能就上台就开始乱卷这样子。对，然后其实当下我是觉得，就算我对爵士不是很擅长，或是怎么样，我就是反正大家都那么喜欢音乐，那我们就是拿着乐器就开始交流。然后我后来也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讲英文其实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也很难沟通，但是我觉得到后来是，可以用乐器啊，或是一些爵士的经典曲目，然后我们在台上一些互相即兴的过程啊，所以我就觉得从那一次去，就因为拿了乐器，然后跟大家在台上互相卷，然后也喝了几杯小酒，交换了脸书，然后把这个缘分延续到了现在，我是觉得这是一个蛮美好的事情。Yeah,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 performing together. Really, really love. 我觉得我们客家的文化，一直我都觉得它很独特，也很特别。然后我自己对于出国巡回这件事情，也想做一些尝试。我做的客家音乐，在国外是不是也能够经得起考验，能够被国外的朋友喜欢呢？因为大家说音乐无国界嘛，好的音乐应该是不被语言限制住的，反而因为语言的关系，能够让大家可以看到你文化特别之处。我自己觉得客家文化这种东西，应该不是只有台湾人会感兴趣，国外的朋友应该也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像我们去国外的时候，碰到很多人看我们是黄种人的面孔，然后就会想说，你唱的是中文吗？然后我们就告诉他说，我们唱的是哈嘎 ，We sing in Hakka。他们就很好奇，到底什么是哈嘎，然后开始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所处在的背景去搜寻、去找寻他们好奇的一切。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文化会想让全世界的大家听见，不是只有我们这种客家的音乐人会想做这样的巡回。我觉得所有台湾的乐团应该都会想要很努力的去把自己的文化推广到海外去。我觉得我在客家音乐人这个光谱里面呢，或许我觉得我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一直希望我自己的表演或是我的音乐，它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不要做世界的第一，我们要做世界的唯一。陪你到最后，当你真